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成眼界。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好，我是主持人黃平仁。一架 F-16戰鬥機連人帶機找無到，講是自動防浪系統，我付了錢，卻連影子都無。講到這架鐵機呢，講伊飛甲真疲勞，咱各個國軍有影真辛苦愛保重。但是，咱老百姓應該安怎做才會當算愛國？今仔日兩位飛行員甲專家鬥陣來討論。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前 F-16經濟教官、美國教官黃永德，大家好。那麼第二位。國防安全研究院委任助理研究員，嘛是前環牆戰鬥機飛行員高志榮。各位觀眾大家好。那麼第三位呢是《全球防衛》雜誌主任陳國明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那麼第四位是資深軍事記者郭豐竹。平日好，各位觀眾好。那麼關於到這個空軍飛行員辛霹靂駕駛着 F-16V 戰鬥機。在花蓮的外海失聯。那麼，總統賴清德今日是表示，國軍海巡會繼續搜查，希望國人為咱的飛行員來祈福。另外，外界嘛批評 F-16V 無自動防浪堤的這個系統，嘛無飛行員的防寒衣。國防部長顧立雄來表示，防寒衣按算3月進前會來交付。那麼關於着自動防浪堤系統，會拼明年會當來完成。第半名海巡蘇富南伊原在花蓮外海克服深海海上，繼續敲吹失聯 F-16V 飛官辛霹靂。花蓮海巡隊用雙型編制進行聯合敲吹，花蓮南側邊透早也被看到警備出動，一起失事海橋。海巡人員沿河邊繼續敲吹，通信車在邊太平，飛官辛霹靂進前在 F-16V 意外失事。總統大清德高度關心，強調國軍海巡人員全力搜救。我非常希望我們全國人民都能夠為辛伯義上尉集氣，我們也祈禱他能夠平安歸來。海軍派出30架無人機、2架無人機，海軍甲海巡總共22架艦艇，陸上180官兵投入搜救。針對辛霹靂反映 F-16V 進步電腦 MMC 故障，國防部長顧立雄親身回應。在114年1月開始，這樣子的一個軟體的一個穩定的狀態，因為經過軟體升級之後，這個 MMC 的一個已經呈現一個穩定狀態了。F-16V 的相關裝備包含防刮紗、自動防浪堤系統，被質疑完無交會。顧立雄承認去年軍購防刮紗，按算今年3月進前全部交會。自動防浪堤系統類比整合數會愛延改，要拼明年全部驗證。議會來問買66架 F-16V 新機的進度。到1月7號為止，成生產線在線組裝已經有56架，那這個有46架的單座機跟10架的雙座機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上半年如何呢？那我們現在就是要看它第一架整個的測試。F-16V 失事，空軍下令執行天安體檢，外界煩惱中共會加大繞台獵頭，恐驚影響戰備。顧立雄回應，體檢作業拜六完成，空防維護空旁。記者綜合報道。那麼其實這項代誌已經有2公外，吼。那麼真濟這個媒體也有討論過，吼。那麼足濟這個專業的這個名詞，佇遮好佳在2位飛行員吼親身，尤其吼美國教官佮飛過這 F-16，內面幾字啦，吼，一個叫空間微向，吼，啊一個叫做 MMC 是啥物物件？小等咱慢慢來講，啊，佫一個講吼。自動防浪堤系統，這個英文叫做 AGCAS， 吼，自動防浪堤系統。啊，這慢請講，我要先請教教官吼，就你飛 F-16的這個經驗，雖然你也退伍真儕年吼，因為我看這飛行機也介老啊啦，吼，啊，這個上尉伊嘛飛有10檔以上吧？那做一個上尉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嘛，吼，應該算作有經驗嘛。
啊，個會進魂，這是什麼情形？所以咱應該把迄天的情況個還原者，因為空軍有開記者會嘛，哦，實在是伊迄天是飛咱叫做夜航，暗時在飛，哦，所以已經飛到差不多啊，伊甲這長機講，我的 MNC 失效了。好，來，你就告我 MNC 是什麼物件？講觀眾朋友聽者。AMC 若是要講，很講足長誒。啊，因為這兩天媒體一直在問我嘛，哦，所以 MMC 這個物件是 F-16內底去處理所有的這個資料，哦，啊，伊負責甲雷達上等來這個數字，哦，啊，若是你的空速、你的高度、你的這個物件。啊，咱以前有探討過，咱有 sniper 的加倉，吼，伊看到的物件入來，伊攏來伊遐處理。我飛行員毋是科學家，所以伊愛數字我多一時啊看有。啊，咱攏用，我講華語比較快，那我們都用符號來表示，用數字來表示，所以你看伊有一個抬頭顯示器，有兩個。MFD 下較閣一個大的 iPad， 伊頂頭出來的攏用圖，還是符號，還是數字來，這就是 MMC 在做的。哦，所以剛剛阮現場的 FD 咧，甲我講，叫我莫講啊，叫我莫講啊咧。閣有一個上重要的，咱若是要做 data link， 若是要做資料鏈線，吼，所以。阮有一寡，我飛兩機頂，我有看到什麼目標，我佇飛佇什麼所在，愛經過 MMC 去處理完，啊，你再甲這個資料甲送出去。啊，佇個防空內底的長官再用看到講共同作戰圖像，啊，你佇倒位，所以伊佇倒位，童年的意義。啊，所以伊攏愛甲這個數字，甲伊換做。會用使用的這個資料，甲送出去，還是搬出來給你看。所以這時候去，敢會真致命、真歹處理啊？地書講也對機啊，就轉來講30年前，這個飛行機入來時陣，我第一批去接這個飛行機，哦，啊，伊這個軟體。一直 upgrade， 一直伫升級，哦，我從 Type 1開始飛，換做 Type 2A 的時陣，哦，已經開始飛彈嘛會用炸，有一寡功能就開始有啊。Type 2B， 特別若是佇個這個迄陣時，加減有一寡 MMC 的問題，加減有。但是這個 MMC 呢，啊，唔免記甲想甲遐尼啊複雜。伊知影飛行員呢頭殼較簡單，所以 MMC 我干那一步爾，有一個開關。哦，你若有問題關起來，啊再個甲 reset， 就干那用手機啊用電腦共款。啊，唔就甲我共款啦。啊，干那一步啊爾。若是有轉來 ，OK。若是無轉來，啊，擱第二步，第二招，阮有這故障代碼，你應該叫出來，叫出來了後，你甲 reset clear， 若是無去啊，就無代誌。若是擱有一寡物件，伊會甲你講，啊，你雷達無法度通用啊，什麼物件已經信號去了。用國語講叫做降級。哦，就沒有那麼精確了，所以可以參考。所以唔是講啊，若是失效就攏無去，完全攏無去。所以佇個記者會的時陣，空軍的督察長有講，我愛去了解伊到底是什麼程度啊。所以伊佇個空中的時陣，伊就甲長機講啊，我有問題，哦，啊長機就講，哦，你來。你甲我編隊，你對我背，你對我背嘛，所以你攏免煩惱，
我來背，你對着我就好。那是唔是有問題？阮是一隻安尼。對卡層凹嘛，對卡層凹差不多1厘2厘安尼。哦，伊若起落架放，我就起落架放；減速我就減速。就慢慢等來，就已經做了回航啊嘛。哦，所以甲叫咧邊啊。迄天的天氣唔是講介好，嘛唔是介歹，所以禁雲了。你去雲內底？嘿，禁雲，你若，阮攏有迄個經驗。佇個暗時，佇個雲內底，我敢若看一個，伊個西邊啊，迄個鏈球架哦，頂頭有一個燈，我敢若看到一個，吼。對迄個燈。嘿，去編隊，這時陣，空間迷向，哦，空間迷向，甲錯覺，上容易產生。為什麼？沒有其他的參考物。所以一粒燈有可能我是安尼看，我看到迄粒燈安尼。我講一個小故事。我以前佇嘉義飛 F5。有一遍出去出任務回來，就差不多今嘛這個時間12月1月哦，CCK 低雲，所以我就去編隊，編到長機旁邊，在機械航線起落架放那個雲越來越密，我就不對，too loss 是不是？他有叫了 too loss number 2 loss， 我無去啊。我沒看到啊，我邊我就覺得不對，他怎麼一直在轉彎？他其實沒有在轉彎。哦，too loss我們要做什麼動作？向外側開15度，飛15秒，再回到原航向，聽長機的指示，雲上或雲下集合。為什麼我到現在還記得這麼清楚？每一批的任務提示，長機一定要把這個複習一次。甚至在天氣好的，我帶那個之前的。你帶人落來講清楚啦。對不，你也弄最會，所以我在天氣好的時候帶之前的僚機，我在飛一飛，我就跟他講，失散 ，too loss 出去，所以他我就要做這個，然後過來集合，然後練習幾次，我們都會這樣做。所以進去了以後就 too loss 啊，就看無啊，看無伊就愛做一個。若是 MMC 失效，還是講攏在雲內底看無外口，足容易的，伊就。所以已經有可能是安尼規個起去哦。可能是，疑似，所以他飛了這個48秒以後，他覺得不對了，我怎麼高度一直在下降？講是幾秒鐘降1,000triệu了。48秒，差不多2000瓦尺。2000瓦尺呢？迄個 OK 啦，迄個算 OK 哦。迄算 OK， 所以你知影伊後壁8秒內底就為4000變做0落落啊。所以講高度無夠嘛，所以高度無夠，飛行員攏是做一個代誌。彈出來，扭起來，伊可能就倒頭栽，伊可能就落去啊。所以伊話要跳傘，應該有啥物代誌發生？因為伊話的吼，交阮規定的是同款的。我們規定要跳傘要喊3次，跳傘，第3次跳傘的時候要拉。所以它是正確的，它是程序都是正確的。表示伊還有時間的意思？唔是。表示伊已經決心要跳傘，已經無法度啊，就愛脫。所以無伊就講我可能要跳傘啊，你要幫我注意還是什麼？唔是，伊就我要跳傘，所以跳傘，畫3遍，迄是標準的。所以第3遍應該要有，是唔是已經倒頭栽，已經看到海啊是安怎？所以無出來。實在是真歹講的吼。但是古教官雖然你是飛反槍的，你嘛有坐過 F10吼。對你這前後的了解，他拄仔我有問免個教官，伊講這 MMC 愛看到什麼程度吼，才有通講是毋是第一名。
但是這個自動防浪系統、自動防浪地系統，吼，咱先來講這個自動防浪地。我來講這個彈射這個椅啊，吼，是不是全中華民國的空軍攏已經換這個椅啊？還是干那 F-16？本來阮即馬的飛機吼，誒彈的系統吼，攏是算較新的啊，毋是以前 F5迄個時代迄種的，毋是啊啦。所以伊攏較有自動的定速，較袂像以前的，還佫有一寡人的迄種操作。手動啊，對。所以伊只要制動了，基本上就會按自動去走啊。你只要開關叫扭開，還是安怎，伊就會開始行，這無問題。所以應該毋是彈袂出來。我補充一下吼，那是 F-16用的叫做 SS2， 哦，啊，因用的是馬丁貝克，哦 ，SS2， 佇個倒頭栽的時陣，你140尺的高度，伊若彈出來，伊會變安尼，收出來，啊，毋過是你愛平飛，袂使安尼。哦，安尼就較困難了。所以你若是安尼，這個高度就愛佫較懸，佫較懸。伊也頂頭有一個陀螺儀，哦，所以出來的時陣，伊迄個火箭，伊會甲你的椅啊搬好正，起哩，你再開線再落來，安尼。若是教官恁內咧，恁內翻牆的。其實現在按高度來講啊，攏嘛希望你一個人上無愛1萬尺啦，5000尺是意思來講，你愛為一個較穩定的姿態，按面頂行，安尼較好。無你若其他毋是這個姿態，還佫有迄種壓坡度的時，像伊就毋敢保證，所以伊攏講共款啦。阮咧嘛共款，伊講一個人上好是1萬尺啊，無你5000尺做成。無保證你也先講好你的姿態是安怎哦？你若無講你的姿態是安怎嘛是有問題哦，嘿。哇，所以來先看你迄陣時你已經是倒頭栽還是安怎？所以你的姿態若毋是足好，你確定毋是足好先，你看到你邊仔即個備用的狀態儀，你若記個無烏的，毋是佇下骹，是佇面頂；白的是佇下骹，迄就是顛倒柄。你這姿態就無好，你就一定愛較早該決心，決心你當時要做，但是教官，你空間袂向吼，是一般的飛行員攏會拄到的代誌吧？我講我的經驗，我甲伊差不多邊做會議啊，7歲時陣，阮同學有開講時有講過，我嘛，你也袂記，我嘛袂記，啊，毋過我袂記。是差不多30度的轉啊，我上濟安尼啊，大家人的心理狀況無太共款。我兩個同學甲我講，因兩個攏是倒佇咧飛，嘿，有兩個，阮攏差不多27歲的時陣，差不多迄個時陣，因倒來猜，因兩個我是看到迄個狀態儀，我就會使改轉來啊。毋過有當時暗時你若看迄雲是起的。你就幾奇怪，狀態是正的，雲是起的，才知影雲是起的，這就產生後壁的錯覺。但是還佫有一個，我看到起的，我改轉來，有當時改顛倒變去啊。改顛倒變，所以你一定要看你的狀態儀。我就講，下骹烏的是算塗骹，一條球內底下骹烏的塗骹，面頂是白的，就是正的。我多，那我有的所在，毋是烏的，毋是白啊。伊迄個狀態，我們叫做備用狀態儀。迄個去，不管大粒的，還是細粒的，備用的，嘛是同款。烏的佇下骹，白佇面頂，嘿。所以是這基本的觀念。那你若對塗骹正塗骹的時陣安怎？就是一條烏烏，擱一條圓圓佇啊。對面頂就是白白，擱一個圓圓佇啊。基本的判斷。所以一定要上這個。一定要上。無上改袂起來，阮同學有兩個人，伊一個就是兩個攏倒佇飛吼，有一個是講我一定要帶我的 leader 坐陣轉去，我才會安全。
啊，有一個是講，我若甲地理都等於，我就等於我可能愛跳線，所以伊決心伊家己分開，到家己飛轉來，所以兩個無共款的想法，啊，毋過結果攏是算安全的，啊，毋過因迄是算足嚴重的，足嚴重甲觸覺甲伊的空間袂像是甲倒底邊個飛哦，所以大家攏一定有頓過，但是迄個程度啊。外深外懸，啊，有的人是看儀表就會使改，有的人看儀表無一定改會轉來哦。阮同學有一個講，伊可能伊改袂轉，伊定喺地邊啊，迄看伊只伊佇正邊嘛，看伊綠色的燈，啊，甲身軀的白燈，安尼對合準。另外一邊是紅燈，你袂使看紅燈，你看紅燈就地低、傷低、傷懸、傷低、傷懸。所以紅燈、綠燈、白燈，安尼。白頂你身軀頂的啊，觀眾朋友，你即擺聽有無？看領隊的啦，看領隊的方向。看領隊的方向。對。剛剛我家己咧剃頭的時陣，有當伊剛要剃只，一直剃後邊，一直剃後邊。我佇領隊的正手邊，伊講暗時就是伊佇正手邊，所以這邊啊是綠燈甲白燈對合準。尾流嘛是只足光的白燈，尾流個白燈愛光又暗，所以白燈、綠燈。但是教官，這個迄陣時袂向的時陣是一直有錯覺，有錯覺，錯覺啊一直戇一直安尼飛去，伊就一直向足暗的，夾足條的飛。你若是吼知影家己是錯覺，安尼就無代誌啊。所以應該愛去看啥物物件一定。愛去看迄隻球，愛去轉來看迄隻球。你看頂了去看迄球，才有法度看改起來無？有的人感覺改袂起來哦。有捌等過阮同學講，伊改袂起來。所以身教官伊咧飛的時陣，伊知影伊空間袂向啊。無一定。伊已經開始懷疑啊。伊懷疑啊，所以因為伊想講伊出去了後轉來，啊應該是改正。應該是看到相機，還是看到啥物物件？啊，毋過那安尼改轉來，伊想講伊佇咧平飛嘛。啊，那迄個高度一直佇減少，對啊，高度一直變，啊方向一直轉，奇怪。所以空軍有講哦，因為伊若叫出來，伊應該是已經有懷疑啊。所以我的高度為什麼一直在掉？各位會使看這個相片哦。你若是該想做烏。啊！佇個雲內底，敢若已經看到這個袂溜啊！這個青紅燈啊，命運青紅燈。嘿，啊！你着看到這個去飛，啥物時陣會有空間袂向？你無啥物參考的物件，就足容易的。你若是坐火車吼，你頭家家咧看物件，那邊啊，這隻火車佇走的時陣，你向起來，你就是你家己佇走。這個感覺好啊！你若是去看月台吼，馬上就好啊。固定的。因為你看到啊嘛。啊，你若是無這參考的物件哦，這連恁飛行員嘛無法度啦。若是人攏無法度啊。這來主任你來看，你感覺這擺到底你認為？可能性的原因，咱講莫推論啦吼。你感覺這內面有倒一個代誌是蹊蹺的？來，咱講來講，空間微向吼，若發生了吼，飛行員你是要相信儀器，還是講要相信家己？啊，你也相信家己？相信中機啊？毋是，你也相信家己，還是講你不愛相信儀器吼？定吼攏會栽落去。為啥物講？因為人會甲你欺騙，你家己欺騙你家己哦。你家己的感覺會被欺騙，就有影呢。這是有影吼。我講歹聽吼，你講即馬講這個上位吼有跳傘無吼？我即馬炸一個圖片互你看吼，就說啊，這看有無？就說一般的跳傘是安尼哦。來，咱有看那圖吼，來慢慢看，就說一般的跳傘，你若平飛吼，飛正正，吼，你看迄個電影呢吼，啊彈出去，咻，我就落來嘛。飛正正何必要跳傘？無，有當時發動機失效啊，才跳傘。我意思講，啊，這是飛正正，吼，這是可能去飛正正。啊，你若飛歪咧，有誒會使，有誒袂使。啊，你若飛倒邊誒咧，
再去考慮。我才做免過考，看豆病的也過燒，過不會出來。我們這個飛行姿態，吼，飛行姿態哦。我即馬我炸一款吼圖片互大家看吼，我講咱拄仔講啥物啊，數位電腦、啥物類比電腦，唔知吼。我做來看，這個吼叫啥？這叫類比電腦。啊，你看電腦就啊，你有知影講啊，這哪甲古早對，啊，就是古早，我們叫類比的電腦，哦，類比化的電腦。啊，即馬數位電腦無生到一款。吼，啊，咱拄仔講 Turing machine 呢？對啦，就是講古早就類比甲數位，可能咱嘛會講吼，類比甲數位無共款哦。咱個看講啊，咱拄仔毋是講啥物防撞系統有無？啊，這種就簡單嘞，吼，這你看圖片你就知影。防撞系統講哦，你若講可能伊要載落啊，伊就甲你誘起來，甲你飛起來，主動甲你改。啊，其實哦，這自動的防撞系統不基 F16，洛克希德馬丁講，這向馬丁用你知道？ F35，哦，即馬新的飛行機攏有啦，吼，即馬飛行機攏有吼。啊，即馬就是歹講，咱有一寡吼 F16的戰鬥戰機，敢若是較古早。啊，你新的物啊，你有法度鬥去你舊的物哦，會使，但是攏無來啊。不是錢錢啊，時間，還有時間吶，就時間嘛，就說咱即馬是納錢啊啦，吼，啊你。愛試啊，愛試驗嗎？你甲新的物啊，倒去舊的物啊，絕對會使。所以主任，你的意思是講，因為咱 F16實在是較古早型，要改就較惡改。會使改，但是愛時間，愛測試啊，愛測試。係啊，愛開了時間。即馬美國吼，伊 F16無咧生產啦，他伊的主力攏 F35啊。你若要和美國，所以這美國延遲交機到底是不靈也是不為啊？應該說不靈不為攏有啦，哈，不靈我講伊即馬愛測試愛時間吶。你倒的時陣倒去了，會使飛袂使飛，會使作用袂使作用，唔知哦，因為你這是咱較早買啦。我今仔日聽講，哇，講人這美國已經救了8個飛行員啊，真好着，啊，咱的副機咱那邊來。是啊，咱袂迄當陣美國的飛行機是新的啊，啊，咱是用較早的批次啊，吼，較早的批次，啊，你要改是無？會啊，啊，我感覺空軍吼應該甲這個原因吼講互大家知，吼，你改愛時間，吼，你愛發動你的水條用啊，反正愛改時間。我安尼即馬別口不變呢，對啊，即馬。講白聽，就是種我們叫代議士吼，代議士進門講啊，我錢都交啊，啊你哪會交袂出來？啊問題伊迄甲伊鬥起來去試啊，迄攏愛時間吼。啊你嘛知影講美國人會掠做你去水電行買插頭，對，迄種麻煩的啦。就代議士吼，伊會使來問沒有錯。啊毋過你空軍來甲講啊，你確實有困難，吼確實有困難，因為搞頂山就困難的吼。來告告。我今天舉了一個例子給媒體的記者，因為我講了半天他不懂了。好，我的車子是福斯的，快10年了。好，福斯現在出電車蠻不錯的，我可不可以開回去跟福斯講說，你把我換成，把你車子不要改，我這車子很喜歡，你把我變成電車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錢啊，時間啊，對吧？趕快啊！伊這個物件是。Block 40以後的飛行機，因為伊的 flight control，伊的飛操控制是數位式的。那所以它 Block 試動以後裝都沒有問題，我們新的飛機裝也都沒有問題。那你現在 Block 2動是因為2018年我們出了一個事，所以立法院說好，那歸頭，錢撥給你，你去弄。所以空軍就跟美國商量，那美國就說我要重新幫你研發，因為攏停產啊，對不對？那我要重新幫你研發，我就要去想到裝一個特殊的裝置，因為你的飛機基本上的東西沒有變，你的飛操不會變。如果你要把飛操改變的話，你就規架買新的就好啊。買新的啊，買新的就等15年嘛。咱即擺的 F16新的飛行機是2007年的時陣阿扁啊時代講的，講到即擺啊飛行機也未入來。你啊講一支長長的，洪總，你安怎看這個自動防撞系統這個物件到底是什麼原因啊？其實吼，足簡單，
其實就像講，你即擺買一支 iPhone 17，啊，但是我感覺講我一個吼耳筒吼耳機足好誒，啊，但是迄頭是鐳筆誒，是迄3.5mm 迄個插空誒，插空誒，啊，我要哪插？無就插嘛。啊，改一個頭，啊，家己買一個轉接頭嘛，啊 ，adapter 嘛。啊，即擺就是要解決即款物件，吼。啊，當然咱毋是即個物件，毋是咁簡單，咱是叫做講比例啦，吼。所以美國嘅廠雖然咱講咱錢要互伊，但是講真誒啦，立法委員講誒話吼，無準啦。其實咱政府咧採購、採買物件誒時陣，錢袂使先互人，這違法。咱叫做政府採購法規定，袂使互人。愛會搞了，一手交錢，物件我看到吼，啊，我派人來檢查合格，這叫驗收嘛。驗收過才會使互付錢呢。啊，迄個錢咱像咱講啥物有出去，其實毋是，有出門，錢有出門無毋對，出台灣，但是佇倒？佇美國聯邦的儲備銀行的專戶，迄個咱的專戶，迄是咱的。啊，無閣付哦，廠商的時陣，迄個利息嘛是算咱的。所以是愛安尼，啊，但是講真個啦，咱國防部也是空軍最近傷無用吼。我昨甲問講，我昨甲問講吼，立法委員安尼甲你罵吼，講你錢攏有出來，啊一項攏無來，啊伊攏毋知要怎講。馬啊戇去啊！袂赴講，啊今日我問郭部長，伊嘛袂赴講就這樣。後壁人閣繼續吼，繼續問別項去啊。所以我嘛為因吼，感覺講吼，因真辛苦啦。但是阮記者。中立嘛，我無人講跳入去講替伊創啥吼，無法度。但是你要講得清楚，第一、第二，這自動化的部分，伊是新鮮的物件。但是你無人機本來就是較舊嘛吼。雖然講咱有提升伊 MMC 啦，這電腦啥，吼，啊個內底個線，迄線足濟，所以毋知講線數吼，個一關呢，一關呢，迄規個像講咱的龍骨吼，內底神經攏甲抽掉共款。阮都修理發電機出來就知，上驚個動這線啦，別項攏簡單。看了就驚。你講吼，迄咯，鏈啊吼，頭頂迄架啊，叫做起落架迄油壓的哈吼，簡單。講真誒，你規個甲換掉嘛，無要緊。抽起來就好啊。但是動着迄個時陣吼，迄講迄個講你要試迄吼，試24小時無一定試得出來呢。就是講奇怪嘛是啊，奇怪迄鏈啊吼，還是講燒袂起來，還是講電吼。個一個講先光，一個慢光，迄要安怎？啊，你個直來去試，直來研究嘛。啊，所以吼，這毋知講，趕緊吼，食無好物啦吼。但是尤其這做安全的物，尤其做安全的物件，這毋是開玩笑，這毋是滾耍笑的。這其實咱拄仔即馬講嘛，大家基本講要找人，但是咱若講共款的心態，你急要找人，你不如講你即馬吼好好啊。穩定，大家穩定你的心。好好啊，看講即個應該看的知識，還是講規定，吼，你去要求無要緊。我贊成立法委員監督即個政治部門、政府的部門，因為有啲吼人吼，咱人攏有一寡慣性啦，吼，要哦較懶的吼，還是講啊做較慢的無要緊。但是當然要有人監督，但是袂使講攏無理性，吼，直直甲你罵啊，互你無啊你講得清楚，我感覺這無好。但是我必須要講吼，美國有一項代誌，咱攏認為講和咱台灣共款，就是 COVID-19， 這武漢肺炎，真濟國家的人，尤其這射手做工課射手，是攏做生氣啊。因美國人吼歹勢講，因為講我即馬攏咧找人，我咧找人，其實意思就講吼，射手已經 stop 起啊啦。無射手的時陣，伊裝袂緊嘛，吼，講裝這 F16的 Block 70後來新的這個是安尼，吼，所以毋是講，拄則像拄仔咱剛剛講，毋是講不為，有可能嘛無法度為，吼，不靈呀，不靈啊，但是伊慢慢啊要靈，因為慢慢咧訓練，吼，就較有中層的吼，去教遮下層的，啊，伊就是過程。這講甲不為不靈哦。我先請教官問一下吼，咱66隻新的 F16V 都還未來，吼，啊，即馬舊的吼，會算起來5年18隻，
其實這應該在世界各國來講，算做無價哦。5年8隻，唔是 F16 8隻啊。5年8隻，唔是 F16 8隻啊，是咱的空軍啦，咱的空軍啦，啊，直升機嘛有算在內底啊。啊，這是因為阿強啊一直教來飛啊，像頂擺兩位教官講的，啊就有當時伊去甲查落啦，我落來科目落來操作，無法度升，時數無夠，是啥物原因？咱應該安尼講哦，唔是不為，嘛唔是不廉，吼。是安怎呢？咱即擺佇咧討論這個自動auto GCAS 這個問題，所有的官員、所有空軍的人，攏互人手比咧鼻仔邊，吼，講你若是你看嘛，佫一隻落去啊，啊錢就互你啊，你哪會無愛做？是講啊，你若是這隻有裝 auto GCAS， 因為伊個它的訊號是從 MMC 來的嘛。那我 MMC 壞掉了嘛不會啊，所以它不是萬能的，不是拿來讓你去試這個的。當然，我們希望就跟剛剛彭長講的一樣，現在空軍的就是我做特檢，我先把演訓停下來，戰沒有停哦，該警戒該飛什麼的，那個阿強來馬西亞叫飛，哦，那先留下來，然後空軍的這個新聞稿寫得很清楚，現在做什麼？做模擬機訓練。然後做錯覺跟這個空間迷向的訓練，哦，剛剛講了很重要的一點，你要去解決錯覺跟空間迷向的問題，是你自己要知道我錯覺了，我錯覺了，我才會去做那個，我錯覺了，有另外一個問題，就是他剛剛講的，我明明知道它是歪的，我為什麼趕不出來？因為那個有一個專有名詞叫拒手症，我的身體覺得我是平飛的，但是顯示我是倒過來的。你要把它弄過來，拒手症就是手擺袂叮當。你叫這個手講啊，你正話，伊就想要正話的啊，不過伊安尼哦，那個叫拒手症啊。其實的巨人的巨人的巨，你的手突然變得很大，不能動啊。因為你認為它是我認為它是平飛，可是儀器告訴我它是倒飛，對不對啊？我要改過來，我要先戰勝我自己的意志啊。對。哎呦，所以這是積眉不光呢。你哪氣掛買你就知。我買起哦。我們有那個錯覺的模擬機嘛？有錯覺的模擬機啊。你就給你洗洗。技巧證哦。伊就給你洗咧，啊停。啊，你即馬就想講啊，飛行機佇安尼飛，所以伊就甲你拍出來講，你即馬飛行機是平，還是歪的，你甲飛轉來。啊，毋過我想講，伊是倒彎，伊就改袂去。伊是佇咧正彎，是坐上伊是佇咧正彎，所以你愛甲這個想辦法改轉來。有一寡人就是我按照做就做無法度啊。所以這個要訓練，要訓練。哇，這邊安怎訓練？咱就邊仔有人啊，手甲變，還是安怎？你講講，這安怎訓練啊？這阮佇個每3年做一擺，一定會做一擺，佇個迄機器做一擺，就是拄仔跟我講的，伊就來甲你洗，你的耳啊，個平衡器半規管已經講你是按倒彎啦，就講甲你機器停掉的，你頭腦愛擱你洗。啊，擱你洗，擱感覺你洗。啊，毋過伊即個時陣內底迄種影像，甲你做回的影像是叫你愛去按迄邊去。加球員。嘿，你愛去啊，對毋對？啊，毋過你即邊即個身軀是一直安尼洗，你愛去甲抗衡轉來。會做即種科目，嘿，科目。啊，嘛會做迄種就是電話甲你關暗嘛，然後甲你，你佇個伊嘛是甲你洗哦。洗毛孔會囥一寡星無，叫你頭殼起落去開什麼電門，這個壓落，這個起來，現規天。看你會啊，我按面啊。規天光攏你，規個天頂你攏你轉，
看你等，你會記，你會甲會問你講，你即擺敢擱咧等無？等偌久？安尼，啊伊會甲你對話，知影你講哦，你空間袂上袂偌久，安尼甲你講這是啥物現象？叫你看啥物點，伊有做一寡物件你看，看點你有改進無？安尼，攏會做這種訓練啊。關鍵沒你安知哦，做飛行員哦，一個月哦月金哦，遮少着，啊，落來做甲這有誒無誒啊。啊，這安尼袂有誒人是無法度克服。有誒人會較久啊，因為迄種航空醫官佇門口佇看，伊會甲你對話，愛做物件你看，啊，你看了伊就。啊，這若袂過關，啊就啊拍落來咯。所以你若有這種現象，代表你身體狀況最近誒狀況較無好，伊會甲你進入醫學檢查，檢查看你是毋是。啊，伊袂拍落來。伊就你來，我甲你講，你來安尼，吼啊，你。有法度通改無？還是你身軀有機會有啥物問題？哦，啊，一兩個月、3個月了，過來一擺。對啊，因為阮咧做迄抗擊運動，迄就是嘛是有插一寡電儀器啊。啊，你若做了，你若做了有G lock的情況，伊會要求你。教官，你愛停喺遮吼，即控機吼，即項代誌，可能觀眾朋友頭一擺聽吼。控機迄是啥物意思？控制就是你扭狗的機的時候，就是狗背的動力佇頭的佇這身軀安規甲你缀安尼，敢若一隻蝦仔咧。啊，你共款愛看頭前嘛，你看人你愛用力甲更加迄種骹用力甲迄血無甲擠起來，擠個身軀。啊，因為F16個只身軀夠緊，佮你擠落去，甲血擠個頭起，互你頭袂因為欠血怎啊戇啊？你兩個應該攏叫做蝦啊教官，所以量蝦教官。所以你血若無起來，你目睭會愈看愈細，看甲無去。啊你積落去，你目睭會變敢若放大去安尼，慢慢角度變大安尼。你若無積袂使。所以迄個 AutoGCAS 其實是上重要的是對抗這個抗擊。哦，迄真辛苦咧！迄教官，你迄陣是那少年時有當控幾支的？我迄當陣上尾一屆甲差不多108年的時陣，我做上尾一屆，迄屆嘛是共款，因為我的飛機的關係，伊也愛調22度起，伊也愛調30度起。嘿，你個半體哦，對，伊個30度，我22度。所以 F16攏是天咧飛的啊。係啊，啊我22度嘛。啊，唔係敢若賽跑車安尼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安尼哦。嘿，所以阮咧按照咧角度算起來，阮嘛是愛扭9個 G， 扭9個 G 15秒。啊，這關一定要過，無過愛停車停個做一擺。這關一定要過，伊大概有5個科目。5個科目，這個一定要做。啊，另外一個就是另外一個有小可甲你扭一下吼，扭係好多空前運動的，迄伊無講扭足長的，有兩個坡棍，一個坡棍是扭足長的，3個 G， 啊個7個 G， 啊個6個 G， 個5個 G， 啊個一直扭。佢叫你看後呀。啊，迄兩個一個長的，一個短，啊，兩個長的短就是分，阮校長講的。一個就是你坐好好，莫看後壁扭的，一直安尼，哎，該驚掉安尼。啊，一個就是頭擺好好，看後壁，啊，共款嘛是愛升降，這兩個一定要做。啊，其他另外3個科目無一定要做。按我迄當陣的年紀，上尾做一屆，我一屆做了，我落來坐下骹椅啊，坐30分鐘才起來，為了要過。坐椅啊，坐30分鐘，休困了才起來。規身軀攏流汗。運功散嘛無好。所以3年一擺。3年一擺。唔管你是啥物人，3年一擺。對。甲隊長嘛同款哦。對，因為甲年紀愈來愈大嘛是有差，所以為啥講戰鬥機吼，像阮這種高機的吼，一定愛袂使傷老吼，做足忝的。我剛才講，參加不是我講，迄個我做了坐遐邊啊坐30分鐘才起來講。有影來方丈。參考一下吼，咱平常一般人吼，袂去飛這戰鬥機，所以你真歹去想講，哪有迄個狗背的
重量，你體重的地震區啊，佫卡咧，佫積來遮。你免出國，你去劍湖山，劍湖山飛天吼，創地創水甲，伊啊就是安尼走5倍，迄個5倍啊。哦，你若講像我刺激一下吼，要體驗一下，去起遐就好啊。哇呀，這規身軀安尼，哇！你這找買命安尼哦。但是主任，即馬目前，因為咱講這個風電專案升級以來吼，媒體報告講有虛掛私底下攏咧算講啊，這電腦跑袂叮當啦，啊雷達會亂叫啦，甚至發生了鬼轉哦。這是真的嗎？你說我頭到請教兩位教官，講吼，人因飛行員吼，若是要講這種代志，佇網絡頂頭一定會家己寫名出來，這敢是真的？咱先安尼講啦，咱譬如講咱即馬公司的電腦假設吼，假使咱是用486吼，486，啊，你要喊伊去走 Windows 10，走會去哦，走袂去，走袂去啊。啊，不過這是舊的吼，啊，你有法度改無？有，吼，有法度改。啊，你講歹聽，咱用486有法度作業無？嘛是會使，可能較慢吼。啊，毋過飛行機吼可能較袂使，為啥袂使？因為伊個資訊量足大個，吼，你瞬間愛去做吼。我感覺講有飛行員啊，不管伊是真誒假吼，反映這個問題真好吼。你這個任務電腦啊，舊的電腦歹吼，咱就落來了，看覓到底是你歹原因是啥款吼？因為講較歹聽，咱即馬咱專案攏已經升級過啊吼，你要驗收嘛驗收啊！你的意思是講啊，咱是甲你改無夠難嗎？你若是即個意思無要緊，咱就送等於講原廠講漢翔你到底是有改好啊無改好吼？還是講你真正功夫無夠無要緊，咱請外國人來幫忙吼。這愛改吼，這愛改吼。啊，毋過拄啊教官的意思是講啊，這個任務電腦吼，甲飛行有絕對關係無？拍一個問號，吼，拍一個問號，就說任務電腦若無啥物效。甲飛行有啥物關係？可能無啥物關係。吼，啊，毋過咱愛想另外一個定面講，就講你任務電腦若定啊歹，啊你死啊，你若飛去頂懸，吼，這個資訊沒有，那個資訊沒有，啊你是要怎作戰？再想好哦，兩件代志。任務電腦好歹，走會緊，走會歹，甲飛行甲作戰有啥物關係？無相共款，吼。啊，毋過我都要補充一個講吼，其實咱飛行攏足辛苦的，吼。咱平常時啊，咱用較舊的車，咱可能一年去驗車，吼。因半年都愛去驗一擺啊。因意思就是講說，伊叫公山啊，公山叫航醫中心，吼。2年3年都甲你驗車，所以因是車啦，吼，因車啊，就是航醫會甲你驗車，吼。啊，你若袂過一屆兩屆啊，歹勢啊，就轉離飛行線，啊，就轉離飛行線。所以其實因為身體考驗就嚴格的啦，哈，什麼離心機什麼，他們都要測。啊，你每一屆開飛行機攏愛測血氧，血氧，你身體會好，啊，你莫啉酒測哦，啊，酒測真的酒測啊，就酒測，呵，真的酒測。每工啦，就飛行前，飛行前。但上後尾吼，超過5-6分鐘，我愛時間留互兩位吼飛行員，我要先請教高教官吼，教官，因為過去一直翻牆2000吼，一直有這個套線率的這個問題，講甲安全都安全。那麼目前即擺的情形是安怎會當應付補足 F-16啊甲共同咱規個空域？啊，有人講啊，你無夠飛吼。無來借這菲律賓的領空來借來飛，敢有法度？我記得伊即擺的美國甲咱友好的狀況啦，咱愛甲美國反映，因為咱即擺空域哦，攏叫阿強去弄，逐工你無來，你甲人霸佔呢？佔者嘿，啊，咱就無得訓練，無得訓練，即個有一寡人留喺塗骹嘛，無咧訓練，所以因為受伊影響。啊！以前就教官想了足儕方法，講要去咱安尼無咱家中央山脈面臨飛，啊，毋過伊飛伊個趕山都15000英尺啊，啊，你會使用的空間就較少啊。啊，咱想足儕啊，阮個隊長嘛講，無咱暗時飛好，暗時伊來亂較少，咱該暗時飛，暗時咱飛2批。啊，迄陣我咧做的時候，我就講，我迄陣咧做艦長的時候。
為了安尼陪阮一個月飛行員愛甲加油啊，一個月休8個半工，一個月，哇，袂使講啥物理由啦，因為你有資格，你愛帶人啊，啊，你若攏去放假，所以我休半工8個半工，你會使休就去休，哎，啊，我嘛想要甲因，甲阮的學弟啊，嘿，甲救起來啊，啊，所以講我你會想講，那既然即馬即個空間大家攏佇用嘛，咱會使甲美國講啊，咱較我太平洋迄邊的吼，若較無影響的，咱嘛會使互咱出去啊，啊，個菲律賓嘛會使互咱去遐用啊，咱毋才有法度甲因大家行做伙，會使共同來練習，啊，毋才有度對咧咱這印太啊、亞太較有安全。我應該會使甲因講這個，因為咱即馬這個空域無夠啊嘛，所以這一定愛甲因加講一寡。教官，你感覺咧？因為 F-16佇咧美國有訓練，所以阮攏甲飛行員差不多的飛行員送去美國，你英語 OK， 送去美國做一寡咱台灣較減做、較無法度的實彈。我在美國實彈哦，就帶了6顆500磅炸彈，你就去投啊，那個靶場很大，限制很少。我還要回應一下剛剛講的那個 MMC 的問題。MMC 的問題是一個沒有具名的人把這些東西寫出來了。那空軍的記者會，我相信嘛，因為你說他故障很多，所以他把六拐洞洞這架飛機的機務報告把它拿出來。就他從10月30號出廠到現在沒有啊？你不是說他2次還3次？啊，水氣箱的沒啊？對啊，那會不會有 MMC 故障？多多少少會有，但是不是那麼長的。然後再來，因為它不是一有問題，它就是什麼都不能用了。MMC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，為什麼現在這個 MMC 是新的？你沒有改這個 MMC， 你什麼 Sniper 夾艙啊，什麼 AGM-88，黑都沒好啊，黑都沒好啊，對吧？啊，你的頭盔，你的戰術頭盔，你沒有 MMC 沒有改。他也沒辦法用啊，所以我覺得這個，空軍是不是考慮一下，針對這個東西，我就開個記者會，我好好的把這些東西拿出來，有就有，有就有，我有改過什麼，有就有，沒有就沒有。那你講清楚了，這些人也比較安心。哦，這一般的民眾吼，免了愛國，我相信就是資訊透明，啊，大家事理明白，才會知影講什麼是是。什麼是非啦？但是高教官他還有一題啊，甲你問吼，咱的環將2000，還佫會當服役，而且在咱空役的角色上，還佫有啥物特定的角色佇？因為主要是伊的飛彈當初立來就較濟，所以阮去的時陣，大家掛會較濟，會使充分支援其他的飛機。咱其他飛機的飛彈當初較買較無較濟，所以伊的數量會使足濟，啊，伊的角色就是即馬若按照敵情，因後才敢有霹靂15，啊，伊的角色就是一個愛2倍兵力去做配角，甲夾的邊，甲夾的2邊的，逼伊出去，咱袂使足衝鋒直接。當然平常時的時候，咱就去甲伊陪做伙無要緊。迄就是叫做灰色地帶嘛。按過若作戰的時陣，伊就是愛去哩較濟啊，做徛位徛出濟位的，互避對方的，互伊收拍機啊，互伊使一直威脅足濟，伊就愛一直對阮啦。咱一隻環牆身軀頂頭掛幾粒？阮的飛彈較濟啦，所以你要一隻掛四粒中長的嘛無問題。哦，啊，就真重的咧，掛4粒真重的咯。攏無問題。阮的較濟，所以阮平常時做任務的時上無攏2粒大2粒細粒的。哦，啊，那 F-16咧 ？F-16看要安怎掛啊？因為這F-16伊閣有足濟其他的任務啊。平常時阮若去對地攻擊，幻象要來當我的隨伴掩護。
啊，他負責空中的，我就負責對地的，你要來保護我。哦啊，這個其實這個運用 F-16跟幻象這兩款戰鬥機都是完整的戰鬥機，因為我們都有三種攏會使啦。我要講的是 IDF 現在目前沒有主動式的電站防禦，所以幻象有 ICMS，F-16有舊的有 ALQ-184，然後新的甲廠也應該已經選定了，快要進來了。哇，這個要趕緊，看有通啊，今年趕緊入來喎，我實在是哦。開始。好，感謝四位，謝謝。